簽人數19第四節安樣講到，係講切較多錢財朋友增加多，嗱你先見講切較啲真係冇錯，人世間你喺度社會你行到係較多錢財。熱天朋友增加多，親戚也增加多，係咪啦？你格一家了解嗱，但係一家熱下窮跌難，各位各類朋友咪變一一家，各位各類親戚咪變一一家，係咪啦？兄弟姊妹，你按行發展緊，一家社會你喺度，係家錢財富翁睇路順順利利，朋友家增加多，熱下跌難。各人上一家，離開一家，親戚朋友咪離開一家。嗱，我嘅聖經講唔好笑，唔好煩，唔好叫。上帝唔是變係一家，因為上帝按下一家人類，你富也好，你窮也好，你跌落水也好，你上帝打答。愛一家，阿三你愛悔改，愛來信任耶穌基督係你上帝，佢能夠原諒一家嘅錯，原諒一家嘅罪，佢把帶一家跌難呢啲行來就一個路行帶你去得到勝利，阿門。